总有那么一群人满腔热血，勇往直前。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攀登者》就展现了1960年和1975年我国国家登山队攀登珠峰的艰辛历程。影片根据中国登山队2次登顶珠峰的真实历史改编，是中国第一次尝试登山冒险题材的作品。我在影片中饰演攀登小队的一员黑牡丹，将与攀登者们一起再一次挑战珠峰之巅。攀登者是奇迹的创造者，是精神的引领者，不惧风雪，迎难而上，心向顶峰，这就是攀登者的精神。家国使命，我们赤心不负。我是曲尼次仁，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感受这荡气回肠的中国故事。让我们一起通往巅峰之路，让爱与信念同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光影新角度，我是郭伟。这国庆档有一部影片《攀登者》是深受观众朋友们喜爱，在其中的女演员之一曲尼次仁今天也来到我们的现场和大家见面，让我们欢迎她，给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大家好，我是演员曲尼次仁，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是得到了徐克监制包括说跟吴京、章子怡这样的一个超强团队你们在一起合作这个攀登者？其实是跟往常一样，也是一种选角哦，然后还要去试戏吗？试戏啊，甚至到了最后的时候，在剧组里的时候，还是需要穿上服装，看适不适合，贴不贴切这个人物最终来决定。那我是在拍戏之前的5天才拿到这个剧本，之前是没有的。大家看到的时候觉得黑牡丹这个角色可能跟你本人还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你自己能不能来解读一下她呢？黑牡丹本身她就是一个藏族女孩，她呢我觉得是更智慧，然后她有一些藏族女孩独有的魅力吧，比如说智慧、善良，然后勇敢，这样子，对，很淳朴。但你自己怎么来理解《攀登者》这部戏所要给观众传递的一种想法、思想，还有正能量呢？我个人觉得是每一个人其实是生活上都在不停地在攀登，对，而且对于我们攀登的小组来说，其实攀登珠峰就是我们的一种信仰，是一种不死的信仰。然后对于我而言，我从西藏阿里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一天就是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也是每一次的艰难，每一次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我也是不停的在往上爬。其实是每一个人的一种不放弃，和对于生活也好，对于工作也好，各个方面吧，我觉得就是一种这样的一个传递吧，是这样子。给大家再推荐一下《攀登者》这部作品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并走进影院一起观看这《攀登者》。好的，我们也希望这部电影不管是在票房上还是口碑上都能够得到所有团队当中你们用辛苦所换来的这种实力的展现。也谢谢曲尼次仁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如果想要了解关系幕后的更多内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更多精彩的花絮与您分享。谢谢，我们下期再见。